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今仔日来发布着能源政策，希望达到净零转型的目标。赖清德嘛借这个机会，大大来敲洗着南北整合，讲这出已经搬真久了。敢若讲一个选举是毋是要合作，就会当纷纷扰扰遐尔啊久。那安尼执政了后，恐惊逐工拢会伫遐冤家，根本毋免做代志咯。另外，这个礼拜六，赖清德要来公开伊的全国竞选总部。讲到时阵，总统蔡英文应该会来，两个人有机会同台合体。第一次能源转型，这中间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，只有依法行政，还有顺应国际世界潮流的问题。记者会中，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放出政策句牌，提出要启动第二次能源转型，要进行净零转型，影响台湾。佢讲家己绝对做得到。蓝白合已经演了很久了嘛，如果啦，在选举的时候合不合都这么纷争，大家想一想，假设啦，有一天执政了，那问题更大了，每天都在吵就好了。根本没有办法做事情。雄雄火力全开来个南北结，赖清德预计在一个礼拜六下晡公开全国的竞选总部，时到总统蔡英文冇机会会来甲伊斗小天，敢讲是家己民调输去啊？民调不同的设计会有不同的结果，我们都是会很稳健的按照我们选举的期程来走。选总统气势袂当输，不过赖清德另外一个身份是民进党主席，还阁担起政党票责任。不过上新的民调显示，2024大选政党票的部分，国民党以33.44%大大超过民进党的25.71%，而且民进党比顶摆调查达2.36个百分点。另外，部分区立委的政党票，民进党摕29.7%，和国民党29.3%，距离差不多多。每一份民调起起伏伏啊，我们没有必要就因为一份民调而心情随着这样子而震荡啊。2024大选，哪来哪我紧，哪里家己头人尽全力冲冲冲，唔买当差的一摆选情含气势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